知大家嘅夢想係咩呢？或者有冇一樣嘢係一直好想做到㗎？今次男朋友就係第一次代表中國香港欖球總會龍隊去出戰新加坡，我就梗係請假飛過去支持佢啦。我知道佢唔會有太多嘅時間陪我，因為要專注練習，所以大部分嘅行程都係我自己一個人。當佢有自由時間嘅時候，就會 join 埋我一齊去食下嘢、行下街。因為得好短嘅時間，所以我哋都更加珍惜見面嘅機會。自己一個嗰陣，我都有周圍去唔同嘅景點。最緊要呢就係食飽飯，唔好令到男朋友擔心。比賽當日成個晏晝都 keep 住有雷暴警告，都好擔心會影響到比賽。好彩最後比賽都如常地舉行，而我都準備咗少少驚喜俾佢。最緊要係講一次喺佢出場之前同佢講聲加油。我知道佢哋由選拔去到比賽準備咗一段好長嘅時間，所以搞到我都緊張埋一份。就算係人哋主場，我都冇理咁多啦。舉起個牌就不停嗌我男朋友個名，仲有叫大家加油。無論個賽果係點樣都好，我見到嘅係一直都冇放棄嘅你哋。我知道比賽之後你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同埋好責怪自己。我可以做到嘅就喺旁邊陪住你，等你慢慢咁樣沉澱同埋消化。回想翻當初你仲好掙扎要唔要去參加呢個選拔，因為你驚會冇時間陪我同埋窩夫。但我就覺得如果有個咁好嘅機會，一定要去嘗試。所以我好開心你做咗呢個選擇，而我都會全力去支持你。